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敬靠近我嘅救主，我嘅盾牌。今日嘅經文係詩篇18篇第2節。耶和華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國，是我的高台。小故事就講到，在一隻好夜深嘅時候，眾山睡在眠床，翻來翻去，一切都睡唔到落覺。一個太太就好關心嘅問佢：你做乜嘅啊？有心事咩？眾山嘆息嘅講：唉，我向對面嘅利斯所借嘅20萬，明早日就會還咯。但係那筆錢，我到今仔都還冇籌到。你喊我兩邊樣睡得到落覺呢？個太太就講：就按你的意思，看我吧。個太太講晒之後，就下眠床行到喺窗門前，打開窗門，太太上嘅喊：利斯，你仔細嘅聽見啊！我嘅老公向你借嘅20萬球，明早日還唔到咯，真係對唔住，晚安。佢就對眾山講：你今仔可以安心睡咯，我諗啊，應該輪到利斯睡唔到落覺咯。我就嚟咩想，你係咪真面臨煩惱呢？在想辦法都幫唔到乜嘅時候，何不將一個難題好迫切嘅交在主嘅手中？既然沒自家可以改變嘅現狀，就不如完全嘅仰望在主嘅手中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愛我哋嘅天父上帝，生發在我天災人禍不斷嘅世界，還會經歷好多生活上嘅壓力，我哋常常會面對完全冇辦法嘅困境當中，在切境嘅邊緣掙扎。主啊，求你拯救我哋，求你做我哋嘅盾牌，能夠來抵擋災難痛苦。主啊，我哋投靠你，因為你係無所不能嘅神，你係保護我哋而不打盹不睡目嘅神。我哋感謝你，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